欢迎收听6月30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路得记的4章19到20节。路得记4章19到20节，你心意我皆应。我们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历代志上17章10节，并不像我命令士师治理我百姓以色列的日子，我必制服你所有的仇敌，并且我应许你，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这段经文呢，是出自先知拿单，他领受上帝的话语，要传递给大卫王。因着大卫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君王，他想要为上帝来建造圣殿。然而在他们的对话当中，上帝却是有更广大的心意，要坚固，要建立大卫的家室。而这家室不仅是人所知道的这个由人所组成的家庭，更是由上帝来掌管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永不动摇，蕴含着救恩的延续，就好像今天路得记我们读到了第4章的尾声，这里写的是一个又一个连结起来名字构成的家谱，这也是一个又一个在上帝应许中经历一个一个的故事。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上帝的带领跟恩典，也透过这些愿意敬畏上帝活出他心意的人，如今我们一起也来领受这样的救恩。上帝的心意走到这命运改变的结局，是让人的生命建立家室，而且是建立那永恒的家。原来低着头在麦田里面捡麦穗的路得，原来头抬不起来，觉得很羞愧，觉得很失败的拿俄米，上帝按着他的名字来认识他的儿女，他用他的公义为我们穿上那公义的衣裳，他用他的慈爱环绕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更是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活出上帝荣耀的心意时，他用他自己换我们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上帝要建立你的家室，让你经历抬起头并且得胜有余。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窒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思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得胜。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
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能像你，使我抬起头？有谁能像你，为我立定根基，为我建立家室？你未来希望有什么样的家？对许多人来说，一个美好、想象、完整的家庭是可遇不可求。在这当中，有一位很特别的人，他姓高，他已经是一个阿公。他在他的家中不仅是有着血缘的家人，更在他的家中有许多来自各样原因特别的孩子，特别是被遗弃的孩子。在他的家里面，他的媳妇这样形容，她刚嫁过来的时候很惊讶，因为她以为她的先生只有5个兄弟姐妹，他们的家庭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结果竟然还有10几个孩子，而且都是他的公公收养这个寄养家庭。特别在那个法律还没有很完全，还没有这样概念的时候，他就收容了许许多多因着各样原因不得不离开家庭的孩子。因着信仰，高阿公一家3代不仅收容孩子，成为那时候当地第一个寄养家庭，更是因着这些孩子的需要，他们在那里建立教会，培植信仰生命。在他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曾经这个媳妇跟他的孩子在那里对话说，你未来希望有什么样的家？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孩子跟他一起祷告，并且画出了一幅图画，是一个建筑，是一个蓝图。他们想象这个蓝图将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25年后，这个想象的蓝图真的成为具体的建筑。上帝的恩典建立教会，并且在这地建立了宣教的中心，儿少亲的中心，使许多没有家的人找到永远的家。过去高阿公凭着一己之力以及家庭这些有血缘的这些家人一起努力接纳这些孩子，并且以务农的方式在他的土地种下许多的收成来养活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不是1-2个，前后后可能几十个到几百个都有可能。但在这过程当中，上帝的恩典没有短缺，他透过在这世上许多爱弟兄姐妹、爱孩子、相信上帝的这些器皿，使用他们的生命让人找到永远的家，并且这些孩子在长大之后，生命因着信仰翻转，他们成为祝福人的管道。在这过程当中，
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要建立家室。建立家室可能不仅是建立我们血缘上的家室，更多是要建立我们属灵的家室。恳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领受上帝救恩的心意，即使在还低着头，还没有能力，还没有办法抬起头的时候，上帝是使我们抬起头的神，他扶持我们，为我们建立家室。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每一个人最基础最根本的就是有一个家，在这个家中，人以为的家是世上血缘的家，主，在你的心意里面更是有信仰的家，更是有那永恒的家。主，你为我们建立家室，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仅是被祝福被接纳，也成为祝福，也成为那能接纳人的。这一切都是出自你的恩典。主，在我们还困扰，在我们还低落的时候，你的心意使我们不丧胆不短缺，如同你应许赐福大卫，因为他敬畏你，相信你；如同你赐福拿俄米、路得，因为他们回转归向你；如同你赐福波阿斯，你赐福世世代代这些写在圣经上的名字。主，你也赐福在今天听 Podcast 的人，让我们领受主你让我们命运改变的结局，是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建立那永恒的家。谢谢你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不论到哪里去都有主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阿爸天父，挪去我们恐惧的心，领受那平安丰盛的心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的心意让你来接应，愿天父上帝他使你有永恒的家，为你建立家室。我是世谦牧师，我们下次见。